國內有850萬個慢性病人，專家講改變食食甲生活，治療效果是比食藥啊閣較好。一日行5000步，就當來降低3成的死亡風險。有民間基金會甲診所超商合作，鼓勵民眾甲行路、量腰圍、加食一寡菜色、果子等健康的行動，落實佇生活中，會當去超商換茶米卵、豆奶等健康商品。咱做伙來了解。現代人工課壓力大，食食甲生活攏較無正常。根據衛福部的統計，國內有高血壓、高血油、糖尿病這慢性病的患者超過850萬人。有醫師就指出，若是量早檢查出代謝症候群，提早治療，就會當避免變做是慢性病。也有國外研究發現，改變生活形態會當降低引起慢性病的風險。生活形態的改變，生活方式的介入策略，可以降低這個糖尿病的風險達到接近60%哦，是吃藥組的2倍哦。為了要響應政府健康台灣、防治慢性病的政策，青市有基金會甲基層的診所、超商合作，打造社區健康支持的系統。郭建書也表示，對去年開始，新增免費的健康檢查提早至30歲開始。病院也參與代謝症候群的防治計劃，希望民眾量早發現、量早治療，建立健康的習慣，降低慢性病的風險。在代謝症候群防治裡面其實我們收案超過60萬人，而且藉由衛教生活形態的諮商，其實我們有20%的人其實是可以逆轉代謝症候群的。要維持健康，必須男性腰圍小於90公分。女性小於80公分，日行5000步，7000步更好，10000步更加。多攝取蔬果，特別是新鮮的蔬果，減少油炸。醫師也表示，健康無特效用，要對生活做起，呼籲民眾要定期運動、行路、量血壓、量血糖。食飯的時陣，盡量讓菜色甲水果佔一半的比例。在日常生活中，自我管理，才通健康食飽哩。記者郭玉麒、林旭凱台北報道。